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福音講到，有啲人喺度講緊聖殿，話聖殿好靚，用好靚嘅石頭同奉獻物裝飾。但耶穌就話：你哋而家見到嘅呢啲建築，有一日會完全倒塌，連一塊石頭都唔會留喺另一塊上面。佢哋就問耶穌：老師，幾時會發生呢一啲事啊？有乜嘢先兆呢？耶穌話：你哋小心唔好俾人呃，因為會有好多人用我嘅名嚟講假話，話自己就係默西亞，又話世界末日就到。但你哋唔使驚，當你哋聽到打仗、混亂、地震、饑荒、疫症，唔好驚，呢啲事係一定會發生嘅，但係唔代表最後嘅結局即刻嚟到。今日耶穌講嘅說話聽落有少少嚇人，因為佢講到聖殿會倒冧，世界會有混亂、地震、災難，但其實耶穌唔係想嚇我哋，佢係想我哋學識唔好亂驚，要信靠天主。耶穌意思係話呢個世界會改變，好多嘢都唔係永遠穩陣，但係只有一樣嘢永遠唔會變，就係天主對我哋嘅愛。就算外邊世界亂紛紛，只要我哋心入邊有天主，就可以有平安。我哋反思一下，當我聽到唔好嘅消息時，我會唔會好驚呢？我有冇相信天主會保護我呢？面對困難，我會唔會祈禱交託俾天主呢？主耶穌，有時我會因為世界嘅混亂而感到害怕，但求你將你嘅平安放入我心中，幫我學識信靠你。無論發生乜嘢事，都知道你一定喺我身邊。求你保護我，陪伴我，帶領我。阿們。